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31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出国去访问友邦，过境美国纽约，再去伫纽约领全球领导力奖，嘛伫现场发表演说。昨昏台中一栋楼仔厝凶凶倒去，第43个工人，负责施工的营造商驾驶怪手的驾驶，今仔日拢互移送法办。为着保护过路人，交通部修法，车辆无让过路人会加重罚金。新制度伫今仔日开始实施。来关心绿福村承认进前咧外口乱扫、拍走的人鱼是对因兜走出去的。农委会林务局今日和相关单位专工去绿福村勘查，了解空棚到底伫倒位。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即嘛要求讲，一个月内要查明好清楚。车驶入去园区内面，根据你看狒的行动，沿路还阁看园区内面人啊、树影的防护措施甚受损害。因为绿福村动物园发生狒逃走死亡的案件，引起社会重视。农委会林务局协同新竹县政府31个到园区勘查饲动物的所在，是受什么所系？后续还是会找一些兽医方面的一个专家来做一个讨论，还有因为他们是用放养式的方式，所以你要每一只要怎么抓植入晶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考量的地方。但大族群到了一点的时候，就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些社会性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争扰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有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被迫要逃了。参加学者建议，园区内面要有更加侪和无共族群会当休困或者是味的所在。林务局是讲，伊搁在进行检讨，因为规件代志引起社会重视。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强调，会伫一个月内调查清楚，会要求各县市第一线野保人员搁在进境。这件事情的始末，那在1个月以内，那会对外来说明清楚。所以，我们野生动物的清册，那它的数量管理，还有哪些的那一个问题要再精进。对动物园设施无完善的法则，农委会计划要修法，提悬罚金到30万，也要修法。要求饲主爱负担动物若逃走为保的费用，估计伫咧4个月完成实施。记者综合报道。那代替德鲁古列车今日早起，伫花莲富里甲竹东之间，火车去弄着一只牛当场死亡。那更较憾的是，昨昏嘛发生过同款的代志，连续2天火车弄死2只牛，嘛影响火车的安全。不过目前也无人承认这牛是谁的。这件火车弄着牛的事故是发生伫31早起5点半，代替太鲁过后，伫经过富里站甲东竹站之间突然出现一只牛。大东外面糊弄着牛了后，牛惨死。牛是为倒位走入来，附近民众也无清楚。这边没有人养牛啦，也没有看过牛在附近。这边没有嘞，这边没有嘞，溪里面才有。代替工作人员透早就伫沿线清理牛的尸体，太鲁过后片头摸落去有淡薄故障。旅客是载去花莲站了后，换配有码好转接就北。列车损失甲旅客赔偿也来计算。那车辆到花莲之后呢，更换编组，那以这个普悠玛号来代替，那延误了58分。含的是附近往北部1公里的所在，30日就要发生牛弄入去的事件。迄当时，一台4508处区间车也弄着牛，连续撞击2件事故。这个牛煞因为身上无标记，所以找不到饲主。事主除了要赔偿台铁车辆损失以及列车营业损失之外，因为他没有妥善负起监管的责任，以涉及公共危险罪。代替强调。铁路附近拢有围查，怀疑牛是为变高道进入，不过经过现场，铁路警察勘查发现，围查边技术有代替维修网无关。虽然无人伤亡，不过造成火车严重损伤，代替会追查详细原因，各向饲主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台湾大道巷仔内底一栋楼仔厝，昨昏凶凶倒去，原因亲像是隔壁工地咧施工做无好势造成的。伫遐做事的3个工人风地着，不过救出来的时拢已经死亡。那负责施工的营造商，也个有驶怪手的驾驶，即马拢互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透早1点外救出第3个被逮的工人，搜救人员讲，因为伊待伫咧较深的所在，而且脚卡条的。下骹的水管积条的无体，所以较歹救。上尾这位姓陈的工人被救出来时阵，也已经无生命现象。
命体突然间倒来，工人被跌掉的。另外一个工人看到要去解救，这个时阵建筑物第二遍佫倒来，现场规个拢土沙。30早起10点40左右，这栋伫咧台中市中区台湾大道一段299巷内，一栋2层楼悬、砖仔甲柴起的混合建筑物发生厝倒的意外。因为伊边仔有一块空地，正伫咧做地下室的工程，可能是施工无顺利，才互伊倒来，有3个工人被跌掉。日据时代到现在的房子，所以就隔壁在挖，他就倒过去了，这样。现在目前知道是3个工人。民众讲，这栋建筑物已经超过60栋，消防局派特殊大队、第7大队加几落个分队来救。早起11点15分救出一位51岁姓蔡的工人，已经无生命现象。送病抢救也是救袂大，暗时拍电气照继续救人。所有人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用人手的方式把砖仔石头搬开。因为土木技师到现场勘查，发现倒来这个所在地基无稳，那用大型机具可能会佫崩来。没有办法使用大型的机具，因为一旦使用大型机具的话，很可能造成隔壁的房子连续倒塌，那非但救不出来，而且会埋得更深。所以现在呢，我们只能用非常微型的手工的机具以及人工的方式去这个抢救。厝倒来时阵，也佫弄到空地另外一边的一间命体，一楼被弄一个大坑。土木技师讲，是空地施工时阵伫地下施做1公尺深的边沟，互这间厝徛袂在才会倒来。施工啦，它大概挖了60公分宽，然后大概1米深的一个沟啊，导致它土壤的解压，它基础承载力可能就会比较不足，然后就向右倾倒。台中市都发局讲，这个空地施工有申请建造，这嘛已经下令停工。认为是施工不当引起工安意外，所落来将会配合路检单位查清楚责任，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14个越南人涉嫌偷渡来台湾，其中有7个人尾也是伫西部沿海方发现因拢死去，即嘛佫有7个人目前下落不明。有平面的媒体是报讲，海巡咧家己布地外海，哪亲像有掠到偷渡船，也毋过海巡是飞回公无。海巡出动无人机，展开换载巡查，伫西部沿海短短1个月就查获20具遗体，除了9名台湾人自杀是跋落海，有7具确定是越南籍。检警为死者身上也技术找到一张14个人同齐翕的相片，比对越南官方提供的失联名单，检判就是属于共一架船涉嫌偷渡来台。他们是搭乘什么样的船只，以及从什么地方可能涉嫌偷渡的一个地点，我们还在进一步厘清当中。还未查明的4具遗体，由原咧做比对，敢是也是越南籍偷渡成员。检方无排除可能性，也毋过有平面媒体报道，海巡伫家己布地外海发现一只福建的杂卡船，怀疑就是偷渡船只。为8月坐火车到中国福建，集资买船了后，直接坐船偷渡来台，也是透过人社集团安排，到海峡东线了后，才改坐扎卡卡船。也毋过海巡署驳斥这款的讲法。玻璃签面的船，还是木船，应该是无吧。另外，航港局伫3月初要发布外航公告，指出伫中华外海查获一只扩大的小只船仔，船顶无人。经过确认了后，这只玻璃纤维的小只船是中国福鼎号。伫去年年底通报失踪，船头家已经放弃所有权，委请咱国处理。只是船只超过3个月才出现，甲这摆偷渡案敢有关联？办案警员也来厘清。这渔船是大陆籍的，搁浅在彰化大潭乡的一个外海的浊水溪口。请航行船舶注意避浪，以维行安全。即马专案无明朗，也有真侪疑点无解开。即马除了要查明其他遗体身份，相关单位也要调查是坐船偷渡意外误燃，也是互人社集团杀落海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友邦，过境美国纽约，伫台湾时间早起7点，伊是去哈德逊研究所领全球领导力奖。咱总统嘛伫现场发表演说，伊强调两岸爱和平，咱台湾嘛参美国继续合作。啊，若伫颁奖典礼外口是有中国人掠抗议。总统今天会跟庞佩奥见到面吗？是。总统今天大概会谈哪些议题？
面对记者问题无回应，总统蔡英文每当时间30暗时7点到纽约洲际酒店，为领取哈德逊研究所颁发全球领导力奖。不过这行程低调谨慎，总统府无说明参加的人也无外界以为前美国国务卿。现今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席庞培奥，总统强调，中国刻意升高紧张情势，但台湾总是谨慎并冷静的回应。让世界看到台湾在两岸关系中，我们是负责任的那一方。那台湾人民期盼和平，但历史告诉我们，最佳避战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更有实力。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五大保守派智库之一，有真济共和党籍前官员担任学者，一向反共。这摆颁奖予蔡总统也引起中国抗议。中国抗议民众对总统对安安，纽约警方出动真济人来注意，都惊发生冲突。来参加颁奖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办人霍纳也谴责中国抗议行为，佮表示希望蔡总统能访问华府。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lways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but it's too bad that some people around would try to stop freedom of speech, would try to stop. I'm glad we're all here to celebrate her tonight. And yes, I hope sometime very soon it will happen in Washington, D.C. too. 进前官局长蔡明干表示，中共动员团体来抗议，一天还200块美金。中国国民澄清，佮甲台湾媒体记者发生冲突。你哪里来的？什么200？很遗憾，很遗憾。冷静哥，冷静。你这个新闻哪里来200？你给我200啊！蔡总统要伫台湾时间31时结束纽约行程，转去瓜地马拉访问。4月初5会过境美国洛杉矶，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路透社指已经有20多位议员报名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要去中美洲的友邦访问，过境纽约，嘛有伫纽约甲咱台湾的侨胞见面甲食饭，而且佫有并外交举办酒会，多谢友邦的联合国代表对咱台湾的支持。好，我们1、2、3，甲手内往来瓜分互团员食。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纽约，把握时间甲大桥活动。不如可能这间柑仔店就是2位第女青年开的。去年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进口，云海柑仔店就发动募资，直接向台湾小农买，做做往来瓜进口到美国，募资超过11万美金。我们要代表台湾的文化，翻译台湾的文化给美国人看，美国人认识，真的就是可以解释给这些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东西的人，甚至还会有人买一个大同电锅回家煮饭，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就会很欣慰、很感动这样。即嘛愈来愈多台女青年伫纽约创业，蔡总统肯定青年勇敢对邦，希望台湾文化互更加侪人知影。我们有一种不服输的韧性，然后虽然这一路走得很辛苦，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自己是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这样。挺台湾，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挺台湾 ，support 台湾，谢谢。第二，驻纽约办事处甲友邦驻联合国上代酒会，总部山自录音也特别制作台湾的凉西鱼。蔡总统也分予友邦的代表食。伫洪都拉斯甲台湾断交时阵，友邦继续收听。有些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小心哦，谢谢他们的帮忙，谢谢。记者综合报道。那前总统马英九即马是伫中国访问，昨昏伊甲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有几若届讲到九二共识。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表示，九二共识就是1国2制，台湾人无法度接受。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学了中国的防疫，佮讲台湾处理武汉包机，甲中国添麻烦。陈建仁是表示，无法度理解马英九为怎样会对中国屈服。有了9·2共识，两岸才能搁置争议共创双赢。伫咧中国谈九二共识，搁再引起两岸讨论。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30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佮入面讲到九二共识，强调两岸关系由两岸家己和平解决。行政院长陈建仁30日反驳讲，九二共识就是1国2制。台湾人民无法度接受。中国已经对9·2共识已经定调是一个中国，而且是一个中国而且是1国2制，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台湾人民所不能接受的。马英九也阁学了中国的防疫，讲台湾伫咧处理武汉包机时阵，互中国添麻烦，伊为此道歉。陈建仁讲，
无法度理解马英九为什么哭将符合中国。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那他所说的这些话呢，我是没有办法完全从事实上来理解这样的讲法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正拄的是马总会伫咧讲两化议题，国台办随着宣布，自4月7日开始，两化航线免做 PCR， 改摕24点钟久快筛阴性证明，互人认为是做球予马英九送去判手礼。民进党立委批评马英九替中国宣传红血，沦做统战的工具，和台湾变做国际笑话。他们做出全世界都不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统战的作为，对这个病毒失控的这样的一个擦脂抹粉这样的粉饰太平，我觉得这样都会让他的此行意义大失所望哈。所以我觉得那都是统战。有关武汉包机，我们的台湾人民没有办法直接回来这一段。大陆政府那时候很多台办帮忙的这个协助，我们这个东西是不能说试过这样好像船过水混，就今天来抹灭这个人家当初的帮助了。但又顶讲，中国绑定边境是对台湾施出嫌疑。国民党的詹明总是强调，马英九访问中国绝对会公开透明，捍卫中华民国的价值地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护过路人过车路的安全，交通部有修法，要针对车辆无让过路人要加重罚金。新制度对今仔日开始实施。台北市的交通大队就伫大路口列违规，4轮的轿车无让过路人会罚3600，若2轮的奥多拜无让过路人会罚8200。人搁咧路里行，但是计程车煞手要过斑马线。行人穿越到有行人通行，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哦。这种不让过路人的行为，进前害台湾和各国媒体讲是行人地角，行伫路里的民众拢真有感。有时候他们可能赶路怎么样，一下子也没有注意行人就转弯啦。年纪比较大，你走比较缓慢，你这样的话会吓到他，那可能他就愣了一下，搞不好就跌倒。行路冇人权，台北市警察局讲，对3月开始到6月要加强处理，塞车过斑马线也是当月的时，无暂停互人先行。大型车处罚对2800变到3600，小型车对2000变3600，机车维持1200块。汽车在行穿线上，行人的方向前方3公尺以内，车辆就应该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那这3公尺大概会是一个车道宽，或是3个整木纹。用刀来看，就是过路人头前算3公尺，若车挖收金就会违法。台北市警察局统计，去年赛车无让人的违规就超过19000件，今年高达要6000件。除了科技执法，民众嘛当用影像检举，警方会伫人济也是机关学校等等重要路口加强处理。记者台北局台北仓报道。金本基金会伫今仔日开记者会，指控台中某一间有名的公立高中有不属quy的老师。代志是发生伫民国86年至91年，有3个受害的查某学生出面指控，因为最近市府的调查报告出来啊，也毋过因批评市府想要大事化小事。市府是回应讲，当事人总共有新的事迹，就会当继续来调查。不是你的错，陪你站出来，陪你站出来。大声呼吁受害者站出来！人本基金会31号召开记者会，指控台中市某知名公立高中一名阳性物理退休教师，伫咧民国80年代教册时阵，对上届几落届的3位女学生长期猥亵甲性骚扰，其中1位女学生透过影片讲到当时的情形。顶着物理名师的光环去碰触未成年女学生的身体。被他碰触后，真心觉得自己很不堪。这件事我这辈子都很难不重复去回想，反复梦见老师当时恶心的状态。林本表示，去年台中市就曾经爆发某国中老师权势性侵案，当时教育部国教署就发函要求台中市教育局针对性平事件扩大调查，但是本案市府依然消极面对，敢若指示学校家己决定是毋是要来普查，最后校方以门牌争辩无容易送达为由，决议无来普查。今年3月调查报告出来，因为是老师干的心灵蒙手、脚头虎、甲肩胛头，好令男学生蒙胸坎甲下体。只有性骚扰成立，对猥亵的部分一字拢无讲，林本批评完全无法度接受。这个调查报告呢，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出来，只有性骚扰成立，只有老师承认摸手的部分成立，
对于猥亵的部分只字不提。好，这个对于我们勇敢站出来的受害者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教育局表示，校方已经伫咧去年成立调查小组，当事人会使对调查结果提出救济，若是有新事情也无排除，督促校方启动破查。调查人员他们有给我，就是说有3次的约谈，我尊重学校的调查。尤新教师表示，有接受校方3届约谈，尊重调查结果。林本是强调，尤新教师退休了，有伫咧几落间私立中学任教，伫咧外口也有私人的补习班。台中市教育局应该马上扩大调查，而且严守定时保密，也无民众对政府也有私心间的信任会完全破坏。记者台中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昨昏指控一个《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讲伊唔是咧做记者，是咧做间谍，转介掠去。美国白宫是批评这个指控，讲这个指控伤过分。另外，俄罗斯还有一个查某囡仔，因为画一张反战的图，结果这个查某囡仔的老爸嘛互掠去。和警察押去的警车这回是《华尔街日报》美国一位记者格什科维奇。伊和俄罗斯情报部门指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Провели там по-быстрому суд, я не знаю, сколько он занял, 3 минуты, 15 минут, я не знаю. И все, и после этого, насколько я понимаю, опять же, предполагаю, вот у нас у всех такая позиция сложилась, что Эвана уже увезли отсюда с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о назначении ему ареста.《华尔街日报》强烈否认这款指控，并且讲格什科维奇是伫咧以下一领部工作的时阵，甲编辑失去联络。无国界记者组织讲。格什科维奇正伫咧调查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俄罗斯外交部认为，伊涉嫌为美国政府收集俄国的军事工业和核企业的资料。美国白宫是批评相关间谍的指控无根据。These espionage charges are ridiculous. The targeting of American citizens by Russian government is unacceptable. We condemn the detention of Mr. Gerskovich in the strongest terms. 美国国务院强调，甲《华尔街日报》保持密切的联络，也再一遍呼吁美国的公民莫去俄国，若是伫咧遐赶紧离开，确保家己的安全。格什科维奇将会面临相关20年的刑期。这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对外国记者所采取的上严厉行动。而且，毋但是对外国媒体，莫斯科当局也打压国内反战的声音。有一位12岁俄国的查某囡仔，伫咧学校的美术课画反战的图。警方追查出，伊单亲的爸爸立场也是反战，以批评军队的罪名甲伊逮捕。不过，这位单亲爸爸对指控一直拢无认罪，伫咧被软禁的时阵想办法逃走，搁走离开俄罗斯。В таких ситуациях речь идет о вопрос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цифр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То есть, видимо, кто-то ошибся,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связано было с сотовой связью. И,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так и было, да.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это было связано с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сотовой связи. 可能是因为手机的信号和警方追踪到，结果这个单亲爸爸伫咧白俄罗斯被抓到，未来恐怕会面临到相关3年的徒刑。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才拄宣布要伫白罗斯部署核武的俄罗斯总统普廷拜3的时是承认，西方的制裁对因的经济确实有造成影响，因为因即马国内的制造业疲累咧，伊要求官员要赶紧采取行动。这嘛是普廷头一届承认制裁对因有冲击。西方国家对罗西亚实施经济制裁一冬多了后，罗西亚的总统普廷29总算承认讲，制裁确实是造成影响。Введенные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в средне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огут негативно на ней отразиться.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еспечить устойчиво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проса. 普廷进前真侪摆拢讲，罗西亚对制裁是挡会牢，这是第一摆承认罗西亚的经济受到冲击。伊嘛讲，罗西亚的制造业即马同款真歹。Динамика нашей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стается слабой,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иже уровня прошлого года. Прошу на это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эт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о. Первостепенная цель –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наиболее пострадавшие отрасли, такие как
автопром и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但是普丁坚持讲，国内失业率同款是真低，按算3月底时阵，通膨率卖降到4%以下。伊讲，罗西亚当地适应制裁，下令爱官员的批评较严的，爱随采取行动。华尔街日报是报道，西方在制裁了后，有上千间的外国公司是停止，也是减少伫俄罗斯的业务。卢布换美金的汇率嘛落20%以上。受到上大影响的，就是罗西亚主要出口的产品天然气和石油，这嘛互因的收入减少。但是军费的开销愈来愈大，嘛互因直要纳袂出来。但就算是安尼，战争看起来嘛是也无要结束。制裁有偌济效果，各界的评估嘛拢无同。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同年期的国会伫昨昏总算同意芬兰会当加入北约。芬兰打算伫今年7月份会加入北约第31个成员国。其实瑞典嘛有申请要加入，啊，毋过目前也未通过。啊，那芬兰伫4月初2的时，因要举行国会大选，34岁的总理马林要寻求连任。也毋过芬兰的经济即马是真歹，伊的团队各方批评欧白开公家的钱，伊想要连任，充满挑战。自2017上个日议会通过互芬兰加盟北约了后，土耳其国会3站也拢投同意票批准芬兰入会。芬兰按算伫7月伫立陶宛举行的一摆北约峰会顶悬，正式核准加入北约，加入北约第31个会员国。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伫推特发文欢迎芬兰加入，表示这会互北约更加强大甲安全。Before the war in Ukraine, I think the most or the big portion of Finns were thinking that we don't need NATO, that we are safe enough. When we saw the war happening, that the popular opinion changed quite quickly with Finns. 即马俄乌战争，2022年5月，芬兰甲瑞典长期维持中立的立场，开始动摇，双双申请加入北约。啊，不过前后伫匈牙利甲土耳其这边卡关，即马芬兰顺利过关，啊，不过瑞典也阁为是毋是印度境内可着做问题，甲土耳其坚持。匈牙利也因为瑞典散布因政府无实在信息，无同意瑞典加盟。另外，芬兰4月初2要举行国会大选，34岁少年总理马林想要连任。Pienessä maassa Euroopan pohjoisella laidalla tehdään maailman huippuluokan tuotteita maailmanmarkkinoilla. And fix the economy. I think this is a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us. 马林经过国际有名杂志，也因为少年外形正水，特别受少年族群的欢迎。啊，不过国家是伫经济衰退当中，伊也捌互人批评浪费公家钱。甲去年一场 party 热舞的影片外流，互人批评观感无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搁转来，咱国来关心清明要到啊！这个传统的节日，有人会食润饼糕。台南有几若间真出名的润饼店，即马已经排到老长。明仔开始有5天的连假，排队的人可能就会愈多。台南市卫生局伫最近嘛有抽检，有检71件，结果有验出2件土豆腐真菌毒素超过标准，即马已经要求爱回收，袂使搁卖。各类菜为主，佮加蒜头、豆菜、甲红菜头，佮黑仁、2仁丝、土豆粉、甲盐水，食起来有影是真青草。这是伫台南国华街已经卖60几年的润饼老店。最近清明就要到，店门口是卖到透早7点，就排到老长。料算到清明，会阁愈侪人。那连假这边本来就会有游客，所以我没有办法让客人在这边停顿太久，所以我们会进行一个限购的动作，就是跟平常的假日相比的话，会再多一些啊。因为现在是刚好的人很多，所以就变成说每次都排很多人。另外一间伫咧东菜市的润饼老店，同款是排长日，号码牌摕了就卖完。个润饼店是新推出乌鱼子黑仁的润饼糕，真受到顾客欢迎，无成注文，阁买无。比一般的润饼皮比较脆，它比较不会生那个水汤汤。因为我这4月以后已经满，4月以后已经4月以后另外有一个99个啊，乌子的虾啊，黄地豆啊，仁啊，高丽菜啊，豆干钱啊。为着让大众清明假期会当食得安心，台南市卫生局已经抽检市面的71件食品，其中有2件土豆粉真菌毒素超标，卫生局随命令落价回收。
黄曲毒素的话呢，其实它主要是会在这个像玉米啊，或者是一些麦类还是谷物类的，其实都会很常见。是在国际的这个癌症组织研究组织里面呢，都已经被认为说是具有这个就是致癌的一个风险。另外，台南市法制处嘛去调查传统市场连锁卖场顶12间的轮饼店，价销差不多拢是45块至60块，多数拢是维持去年40-50块的价销。有的是爆料减少，少数是起5块，主要是因为轮饼起1成，鸡卵、猪肉等爆料实在变贵，反映成本才会小可起价。记者综合报道。对于明仔4月1日开始，电费钱要起价，民生用电一个月用超过700度以上的，拢起会到会起3%。今仔日就立委和民间团体同日开记者会，讲分组计经的房间，若是公家用一粒电表。用电真简单，就一定会超过700度，所以百面起会到。虽讲台电有讲会使去申请到智慧电表，也毋过因讲这也先经过厝头家同意，而且真够工，这个问题真好解决。一户家做几落间的分租套房甲分租雅房，因为厝税较低，这学生甲拄出社会的少年人也是弱势者，拢会选择这款厝。不过4月1开始，一个月用电700度以上，电价就会起3%。这款侪人住共一户的分租户，就有可能超过。现主是有厝头家开始乌白发价，从6块、6.5块。7.5块到7.7块，就是7.69，各有人喊。分租套雅房又特别是最脆弱的房客族群。台电表示，分租厝型会再向台电申请智慧电表，互台电知影这是分租户，就袂甲起电价。但是立委指出，这种电表厝头家若无同意，就无法度申请，而且施工的时间长，各搞工，真好解决问题。所以妈妈基金会建议，会使先为户厝卡通看到电费单开始解决。电费单里面有整体的用电，以及特别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期每度平均电价，房东以后就照这个当期每度的电价来收费，不见得每个房东都会给房客这张电费单。你要去查电费的话，要有电号跟用电户名。才能查所有的用户资料，那都会涉及到用户的个资，到底能不能够去查不是你设户的资料，会有争议的问题。立委要求针对开放厝卡插电费3礼拜内要有阶段性结果。另外，现主是规定，厝头家收电费袂使超过台电公告结具相关价的天棚。所有厝头家甲天棚当作楼地板，每个月拢收结具相关价。基金会建议应该修改定型化契约，规定收费标准以电费单顶悬的平均每度电价收费。内政部表示，各需要研究。记者郭伟霞、桂林台北报道。今日透早6点半，高雄轻便铁路的电力返常，虽讲无遂发生危险，也毋过嘛是决定讲高山到爱河之心这个路段先停驶，早起是先派公车来接送乘客。上班接风时间，民众来到轻铁月台，煞等无列车进站，问下才知影，原来有部分的区域停驶，就爱改坐接驳车。我等了等的啊，我要行较紧啊。轻轨路现在维修。所以现在大概通了吧，可以做了。高雄轻铁内为艺术中心到美术馆站之间，31号早是6点半左右，感测到电力设备异常，高才决定轻铁代替高山站到爱河之心站停驶，互维修人员一段一段来检修，游客就是爱坐公车来接驳。详细目前的这个电力不稳定的状况呢，我们将会在趁今天夜间的时候再做一个完整的查修。那目前是以先恢复正常、全线营运通车为首要的目标。高才表示，电力异常对行车袂随发热风险，毋过年假要到啊，佮加上高雄举办几落场大型演唱会，有可能有真侪观光客来到高雄，为了安全起见，先区域性断电来检修，提醒赶时间的民众撇开这个区域。轻铁嘛，伫个早时11点10分恢复通车，正常营运。记者王丽婷、明昭款个报道。清明连假明仔开始，会连续休5天。东部的观光景点可能会出现人阵。南回公路景点多量车头已经关2月1日，原本是按算4月初6要开放，也毋过即马因为工程拖延着，可能要等到今年10月份才会开放。南回公路多量车站入口，休园的告示牌啊踩甲歪歪。有游客也是车停下要去里看，也毋过到顶头才发现，即马放起来袂用入去，附近的环境也真垃圾，讲因是专工来。
专程想来看，经过几次台东都没有，所以这次想来看，结果它关起来了。下面要跟旅客讲说，上面整修，而且没有厕所可以使用。负责管理多辆车站的台湾理香港所讲，春节进前就已经公告车站整修到4月初6，因过认为一关进一步改良园区内面的建物，可以较水，和园区内面的动线较顺，会搁再延长整修的时间，到年底11月才重新开放。后来这段期间也会局部开放。因为考量到整体工程的施作会造成游客进出的不便也造成游客的困扰跟工程施作单位的困扰。多辆车站是正热门的旅游景点，这么自原本从2个月变做8个月，真侪游客唔知搁专工来，只好伫咧车站外口的车路翕相。另外，过年前南回公路花园海湾景观台也发现有损害，迄当阵香港所讲会随整修，验过到即嘛也只是为封锁线尔。香港所讲因为工程有另外经费配合，验过也会赶紧整修。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镜头来去云林。云林145县道有2公里长上水的万枝花，即马拢已经大开，诚侪游客去遐看花、去遐翕相。也毋过花若冷气对树仔顶落落来，车搁甲交过，路就会变做澹澹搁骨骨，影响奥多摆的安全。所以公所即马，逐工拢会去洗涂骹、去清，来确保民众的安全。当年3、4月是万枝花大开的季节。来到云林要往虎尾、西螺两乡镇的145县道，沿路2公里长的班枝，即马是开花开甲真水，也是袂少游客来遮欣赏、翕相做纪念。因为我从北部下来，所以平常木棉花也比较少在北部看到那种图片。是。黄昏的时候，那个颜色会色温会更黄啊，对，更漂亮。准做班枝花开了真水。毋过花蕊落土了后，若互经过车交过，喷出来的花汁就会互车路变甲伤辣辣。因过就捌有骑机车的人，因为安尼掘倒，造成头壳出血。即马公所也特别采购洗白来提醒民众。对，要整理一下。不过他前面有告诉他，请我们要小心，所以骑车自己要注意一下了。好。然后他一定他在落嘛，对不对？所以也不见得没办法那个清会清来，因为都有在清啦，知道在清了，好，没办法及时啦。有骑机车的人就讲，这个班枝花互车交过了后，花汁入入涂骹是真好清。若顶公所即马早暗拢有加强清扫，嘛呼吁骑机车的人，若是经过这个路段，爱甲速度放慢，避免造成意外。记者云林报道。清明连假为着要拼观光，宜兰县政府办的绿色博览会对今仔日开始起工，是以卖姜做主题，有展览嘛有过关。主题是传达保护地球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要性，会当哪算哪学知识。舞者伫舞台唱歌跳，带动现场气氛2023。宜兰绿色博览会伫清明连假进前开幕，每场观光商机今年绿谱以30吨卖姜为主题，设计教育五路的灯区甲挑战关卡，传达地球环境生态永续发展的重要性。加做袂少校外教学的选择，要家长透早就带囡仔入园。今觉得绿博这边怎么样？蛮好的。怎么说？花很多，整体的那个设施。然后舒适度都很高。今年绿谱有16个展区，每一个展区拢有对应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带予游客永续知识。选用国产材，在地国产更是减少碳足迹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介绍使用国产木材做的家具，会当有效减少碳卡值。家具顶也有所使用的树种甲理条，佮表示碳含量。花影拍上花也会互喷着水，就像真正徛伫花边，游客到绿坡，会当透过沉浸式剧场了解安怎保护水资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这个我们永续这个 SDGs 17个目标来做一个策展。绿坡今仔日开幕了后，会一直连续到5月14为期45日，要传达安怎互地球生命甲环境朝向永续更好的方向发展。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时，日本出名的艺术家奈良美智有伫台湾开特展，伊的作品温柔佮温暖，伫疫情的期间安打咱台湾人的心。今年伊是早当当时为特展所创作的作品，甲其他28度来咱台湾。头一站会伫高雄展出，所以伊嘛会伫高雄待19天。
温柔的色水、优秀的笔画、无清澈加适当的一工，是日本真有名艺术家奈良美智2021年为台湾特别创作的画。今年奈良美智搁再一届摕伊的作品来大展览，而且要伫高雄停19天，甲第一届海外驻川献予高雄。なんか人間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上昇していこうとする欲があって、それはいい風にも働く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落ち着ける場所、それから和める場所でなんか文化的な想像できる場所がないと、やっぱり人間っていうのは僕はダメになって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ね。认真来听着文化局的解说，副总统赖清德、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31号来到巡回第一站来为艺术中心参观。除了画作，也佫有伊2005年来台湾旅游的时阵所翕的20件摄影作品。赖清德嘛真期待台湾会当继续变成奈良美智创作的养分。不管是人文社会风土民情，甚至美食为题做创作我们非常期待。朦胧潮湿的一天带给很多我们的医护人员跟我们的市民很多的鼓励。结合着传统还有当代美学，以感性的笔法创作了真侪经典的画，让观众拢感受到这内面的感情。这个展览为4月开始，伫高雄要展出4个月。奈良美智嘛期待，经过着疫情也是生活无如意的民众，会当伫伊的作品当中看到真侪平静的安慰。记者陈焕武、柯正俊个报道。因为无钱，咱国内骹球青年联赛已经停办3冬，这是引起基层的球员不满，家长嘛有找立委去澄清。这家长是认为推动基层的骹球真要紧，所以呼吁体育署爱斗3工。我们需要一个永续健全的青年联赛。对家长来说，我们承受不起你们每一次换理事长、换署长，我们的孩子的青春岁月就要被你们这样玩弄。骹球爸母联合应援团代表怀妈是真激动，讲要挖6000个家庭，希望青年骹球联赛今年继续办，因为联赛予毋是体育班的囡仔有固定踢球甲交流的机会。去年U15甲U18男女骹球就有59支队伍。你们现在新任足协的一个态度就是双手一摊，让家长跟孩子面对回复没有青年联赛之前。只能依赖学校体育的一个状态嘛。青年骹球联赛一年经费差不多1200万，拢是骹球协会家己去找钱，也毋过协会亏损要挖1亿。身为暂缓办理的理由，立委张廖万坚讲，去年文化基金超过10亿的收入，协会为虾米无申请嘛袂晓用？骹球校队甲社团会当双轨来进行，体育署应该协调来恢复办理。官署有钱要推动运动，那为什么没有写出计划来申请来推动？如果是需要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就直接就停办？在这里跟各位委员也跟怀妈做一个承诺今年复办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那他们提出的计划，署里面会全力来协助跟支持。体育署表示，今年恢复办理无问题，因为协会今仔日要甲参加的团体来开会，已经提出爱甲永续办理来放入去讨论，等协会来提申请，会伫可以的范围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利用传统的国家，也有西方的乐器。有一阵伫宜兰的在地少年家组独立乐团东京新，因上新的作品是用音乐来讲大家熟悉火锅煲、拿头子，这民间的龟仔鼓。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率乡亲来看这变鬼变怪的少年乐团，行出一条什么款的路？5花十色舞台灯光，陪表演者哪跳哪唱的表演。现场气氛是唱甲抓袂牢。这是台湾独立乐团东京星在2022年年尾为歌迷举办的年尾演唱会。东京星乐团是由6个少年人组成的，特别是因结合中国传统乐器甲西洋式的乐器，多元阁无受限制的歌曲风格，时常用音乐来讲故事，改变大众对传统音乐的想象。其实我们的创作喜欢有一个故事的文本脉络在后面，主要都是想要讲台湾的故事。这团员为无共背景来的，演奏无共款的乐器，不过煞有共同的理想。因想要更加关心台湾的文化，创作属于台湾的音乐。每次到国外的场合，大家一定会问说：
恁台湾的音乐是啥？能代表台湾的音乐又是什么？有了这一个国外的刺激之后，才会诱使我回来思考说，我们自己到底是谁？那既然是在这个文化里面，好像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去挖掘。乐团上新的专辑是以台湾民间怪谈为文本，用音乐消解台湾人真熟悉的几啊个，透过新世代少年人的观察，结合社会议题，替故事内底主角陶不平讲出因的心内话。内底有足侪曲，就是像讲霍国伯讲，伊无结婚，所以就袂使上翁嫁渡。啊，不过其实伊只是无结婚尔，伊无做什么唔对，还没有结婚，可她只是一个大龄女子这样子而已。只是希望就大家听到一个比较，就是真的很爱台湾的一个精神吧，永远保持好奇、保持冒险的一个精神。如果不好玩，那就不要做；那如果不开心，也不要做。就是你做创作，就是当然要自己送嘛，把人爱送啊。当今声乐团定根在台湾这片土地，利用创意改变传统的束缚，走出家己的音乐风格。面对未来，因是无咧惊的，嘛勇敢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印度对非洲有引进喇叭，最近有生落来4只，众人拢感觉真欢喜，因为印度的喇叭伊伫70年前已经制整，即马有生团，代表复育有希望啊。4只出世还未1礼拜的喇叭囝，小我做伙同齐爬下，目睭亲像还未天开，模样是真古锥。उनमें से एक मादा चीता सियाया नाम की उसने 4 बच्चों को जन्म दिया है और वो अभी जो प्री रिलीज एंक्लोजर हैं उसमें बड़े एंक्लोजर हैं उसमें हैं अभी वो और सुरक्षित हैं。印度原有的阿洲喇叭早伫1952年，就因为过度了加生炭地减少等因素，宣告绝迹。13年来，印度政府积极地找找复育，搁较伫去年为纳米比亚引进8只非洲喇叭，即摆生囝的爸母就是其中的一只。आज भारत की धरती पर चीता लौट आए हैं और मैं ये भी कहूंगा कि इन चीतों के साथ ही भारत की प्रकृति प्रेमी चेतना भी पूरी शक्ति से जागृत हो उठी है。莫迪总理迄当时捌亲自到中部库克国家公园迎接非洲喇叭来到新厝。顶个月，各为南非引进12只非洲喇叭，即马总算传来生8囝的好消息。伊欢喜地表示真正真赞。印度环境部长也推文讲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也毋过伫小生命诞生2天前，有另外1只非洲喇叭因为腰子衰竭死亡。实际上，当喇叭去年专工运到印度的时，就引起各界质疑，烦恼大型食肉动物为一个大陆刷到另外一个大陆，不一定伫野外顺利会当活落来，也可能会互印度当地的动物社群带来影响。即马在地的8囝出世，搬迁计划方正规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不过未来，敢是会当看到这种陆地上走上紧的动物，重新伫印度野外自由奔走，也需要时间证明。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下半波天气的变化，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外岛13度至22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